OK，琴日新年第一日即刻接到咗一位中州嘅靚女業主委託啊！佢喺中州有一套精裝嘅3房單位，單係裝修就已經等咗成50個 W，全屋採用咗品牌嘅家私電啊！咁嘅單位，我哋點可以唔去八卦一下呢？一齊睇下係咪我哋嘅夢中情況。OK，呢個單位房產證面積一共係90個方㗎，一共係有3房2廳1衛1個廚房，坐北朝南，採光同埋通風都係非常之好㗎。業主裝修一共等咗成50個 W，大家可以睇得到呢個裝修標準係咪非常之靚呢？目前嚟講，租金只需要13000，即刻可以擁有啊！咁嘅單位，中意嘅朋友右手邊插支旗，後台私信我啦。今日係咁先，拜拜。